咱做伙來祈禱。上主，我的避難所，我的救贖主啊，願我的嘴所講的合你的旨意，願阮的心所想的得到你接納。阿們。今仔日我講道的題目叫做一禮拜後，大家應該開始有一點仔熟。我的講道題目攏是對今仔日的經文的某一個所在出來。想要佇大聲要問大家，一禮拜後是啥物意思？即馬是啥物代誌的一禮拜後啊？閣偌濟的一禮拜後，對無毋對？佇歐美的教會即個閣偌濟過去的迄禮拜叫做閣活了後第二主日。佇歐美的國家內面有一個特別的名，叫做 Low Sunday。Low Sunday， 啥物意思？意思是講足低，氣氛足稀微的一個主日，是安怎安尼講？因為頂禮拜咱遮談全教會的心力，親像聖歌隊練習幾若個月的詩歌，就是為着要佇閣偌濟迄天獻上上大的讚美甲學樂，因攏用足濟時間練習迄個彌賽亞，大家坐佇遮的人應該大部分攏有聽到因的獻詩，我是無，因為我即馬負責兒童青少年，佇第三堂禮拜的時間，我攏佇109咱隔壁，含遮的國中生、高中生、大學生，佇遐咧小組。我無有機會聽到迄個聖歌隊所排列，迄個真大的讚美甲學樂。今仔日要問大家的是，一禮拜後，迄個閣活的感動，敢抑閣含大家相甲佇地。其實佇基督教的信仰內面，閣活節毋是只有一天的代誌。這件代誌對我來講真重要，我嘛真意愛一擺閣一擺甲大家提醒。佇台灣的教會，咱常常攏想象，規年的這個節期中間，只有兩日是重要，一日叫做聖誕節，一日叫做閣活節。這兩個節期對咱來講，敢若攏是一日的節期。舊年年底我有甲大家提醒，聖誕毋是一日，聖誕是先有抬槓節，然後聖誕嘛閣有12天。今仔日我要甲大家提醒的，就是對受難到閣活，這是一個閣較長的節期。今年咱的教會蔡牧師有帶領，咱有一個禁食祈禱40天的活動，有搭佇外口，就是要邀請大家，毋是只有過受難日一天，閣活節一天，是咱用一寡時間備辦。嘛為着教會的儕需要來祈禱，禁食，含主耶穌同行迄個苦難，閣有疼的道路。其實我這張表是安尼每一年的閣活節是無共款的日期，對無？有的時陣3月中、3月底，像今年是佇4月初。但是咱只要知影閣活節是倒一日了後，佇教會年、教會的節期中間，咱會當往回推、甲往後推，分別有大財節期，閣有閣活節期。大財節期是40天的時間，佇教會的傳統內面，其實是有扣掉主日，就是講主日咱無咧禁食，因為每一個主日算是一個小的閣活節。每一個主日，咱攏慶祝咱的主耶穌基督的閣活，所以就算講拜一到拜六，咱禁食，禮拜咱嘛無禁食，這個是佇教會的傳統。所以佇教會傳統內面，40天是扣掉主日，所以我的遐正手邊有寫6666666，有六個6，哈，66 36，哈，36再加4，哈，總共40天的禁食來稱做大財節期，所以大財節期永遠攏是對一個禮拜三，叫做撒花的拜三，迄天來開始。
但是台灣的基督徒吼有一點仔麻煩吼。這個節期教會的節期內面吼，台灣的基督徒常常會拄到兩個問題吼。第一個就是咱今年有拄到的，叫做過活節和清明三蹦吼。意思是啥？就是拄啊好過活節是咱的清明連假。這個有一點麻煩，因為咱敢若準備所有的一切的敬拜吼，我相信有真濟兄弟姊妹吼，因為這個吼無法度4天吼來出國，咱獻身佇咱的教會的過活節的敬拜中間吼，就犧牲咱的假期吼，咱嘛無來遵守這個受難週吼，無四過拍走去耍。所以這是第一個問題，但是其實嘛毋是問題吼，因為清明是一個真大的提醒。和過活節做伙，是對台灣基督徒一個真大的恩典。提醒咱講，當咱去到墓看咱的先祖吼，甲因祈禱吼，悼念因的時陣，咱永遠攏會記得因是會過活的。咱誠做基督徒有一個真大的願望，咱毋是悲傷吼，咱是願望有一天吼，會當和遮的人做伙，擱佇天頂，佇新的天、新的地來做伙敬拜。這是這個表的第一個問題，叫做清明甲過活。第二個問題吼，今年嘛是有拄到，叫做大財節期開始的時陣在過年。像今年吼，若是4月5號過活節回推，大財節期的開始其實是2月18號。意思是講，拄啊好佇過年，敢若初2還是初3的款，我若是無記唔對吼。佇過年的中間，咱要安怎樣禁食？咱要安怎樣哀傷？吼，真困難。但是這個表吼嘛是閣提醒咱另外一個方面。雖然咱有40天的禁食、祈禱和主耶穌同行苦路，但是佇教會歷的設計的內面，過活的榮耀其實超越迄個受苦難的40天。佇教會年內面，過活節毋是一天的代志，是7個禮拜。親像路加福音使徒行傳的記載，耶穌基督過活了後，49天的時間，門徒來顯現，佇各種無共款的所在來顯現。第40天的時陣，伊轉去到天頂；第50天的時陣，賞賜聖神。這個是教會的開始，叫做聖神降臨節。所以，咱教會年內面的過活節，其實一直愛到今年的5月24號聖神降臨才完全結束。咱的教會的普世經課表有一個真特別的設計，就是佇過活的第2主日，攏讀一個真特別的經文，就是今仔日所讀的約翰福音的結尾，約翰福音20章的這段經文。我想要問大家的是，這個經文記載的是耶穌基督過活了後1禮拜所發生的代誌。我嘛想要問大家，頂禮拜是過活節，即馬過1禮拜，大家過了安怎？大家過了敢好？敢抑閣會記得過活的迄種熱情甲快樂？我過去的這禮拜吼，嘛過了真好。這禮拜我有發生足儕代誌，但是其中有一件代誌，我想要和大家分享。是我有去參加咱的教會的羅長老的爸爸佇宜蘭的火化甲告別禮拜。真儕同工感覺真遙儀吼，問我講連牧師啊，你是有捌羅長老的爸爸無？吼，我講其實我攏毋捌的，我無看過伊。我毋捌和羅長老的爸爸有講過任何一句話，所以大家就更較好奇。安尼是安那？你要愛去火化禮拜，閣去告別禮拜，拜5走一逝，拜6閣走一逝。其實是有一個真特別的故事，和大家分享。這個故事發生是佇2022年的年底，也就是我才剛來到雙連教會，去到英語牧區服侍的上頭前的迄幾個月，我就聽到一個消息，佇咱的關懷甲咱的中部大道內面咧傳的，講羅長老的爸爸身體無好，住院，後來佫聽到講，竟然佫住佇淡水馬街的安寧病房，
我就心內就開始有準備哦，愛關心咱英語牧區的羅長老我就會甲伊問講爸爸的情形最近安怎敢有治療安那若是有需要我攏會當去關心，會當去來替伊祈禱羅長老嘛真有意思伊回復我關係，伊爸爸的啥物物件無講介濟，但是伊傳一個伊爸爸佇應該是佇淡水安寧病房內面彈琴的影片，互我看。無講足濟講哦，牧師你啥物時陣愛來我迄個病情安那迄個治療攏無講遐，就傳一個影片，伊的爸爸佇病房咧彈鋼琴的影片，我就甲伊拍開看，哦，一首真好聽的聖詩，互我感覺就真感動。但是我無識迄首聖詩，我只有感覺就足好聽。所以我就去獻咱的新聖詩，咱的新聖詩的後壁攏有一個目錄，叫做音調的目錄，就是你若是有聽到這首歌你會當找迄個目錄，會當找到是佇倒一首。就算講你唔知影歌詞，你只知影旋律，你就會當找到是倒一首。我就去找佇咱的新聖詩的431首，這首是佇咱舊聖詩內面嘛有的一首詩歌，所以羅長老伊會曉彈，竟然佇病房內面還佫咧彈這首，我就甲伊找出來，我就發生一個新者，真正對我來講的新者，講竟然是佇阮兜的鋼琴的頂面，拄好拍開迄頁，就是佇遐。倒手邊，啥那會拄啊好是佇倒手邊其實是因為迄陣我的囡仔攏真細漢嘛咧教因唱祈禱食飯的祈禱的詩歌謝飯歌天父極大閣慈悲要教囡仔唱迄首歌所以我就想講我來彈互因聽互因會曉唱謝飯歌。謝飯歌就佇正邊。謝飯歌佇正邊，倒手邊就是羅長老的爸爸所彈的這首詩歌。我一看，哇，這爾好聽的一首歌，佫看到爸爸竟然佇病房，佫咧彈琴學樂，我受到伊的感動，我就想講，我家己嘛來彈看賣。其實是安那牧師館會有鋼琴，是一個故事，我媽媽的故事。我是我媽媽的失敗品。我媽媽互我學鋼琴學10年我還佫彈了266所以當我要搬來雙連的時陣我媽媽就講，厝裡迄台真舊的雅馬哈你做伙搬去雙連意思是講要互我的查某囝會曉彈伊對我已經無期待啊啦開始期待我的孫伊的孫我的查某囝，所以鋼琴煞做伙搬厝，做伙搬到牧師館就下佇遐我也袂曉彈結果竟然是羅長老的爸爸這個影片互我去試看賣彈這首我就彈嘛錄起來傳轉去互羅長老佇厝內面彼此分享咱若做伙來聽我彈了安怎？大家敢會曉吟？會曉這段的是會曉吟。這首的詩歌的歌詞安尼講：安然閣過一禮拜，感謝上帝大仁愛，咱人性命主保護，身軀靈魂伊照顧，享受疼痛日日親，懊惱感謝着真心。若有辜負主恩典，我靠耶穌求赦免，懇求聖神膽降臨，幫贊信徒悲萬心。今暝逐項創調得，就為專守主聖日。一首真水的歌，我足介意。恁敢有聽我歌詞咧講啥？歌詞其實你若是看新聖詩的倒手邊迄個頂懸有寫叫做四拜就是講暗時的祈禱要困進前的祈禱
啊，伊下骹佫特別講，本首聖詩特別用佇拜六暗，意思是啥？拜六暗一禮拜已經攏過了啊，因為咱相信主日是一禮拜第一天嘛吼，拜六暗就是一禮拜攏過了啊，吼，所以伊講安然佫過一禮拜，感謝上帝大仁愛，吼啊，然後佫講就講愛備辦心。明仔載要守主的聖日，所以伊是拜六陰暗的一個祈禱。我就咧想，羅長老的迄種到病房吼，抑閣敬拜俄勒，雖然住佇病房，但是伊抑閣咧刻薄，上帝安然保守一禮拜，咱要過工要做伙敬拜上帝，雖然。人無佇遮，但是我相信伊猶佫和咱做伙敬拜，這個是我對這首詩歌所領受的感動。所以我雖然無看過伊，但是佇信仰的內面，伊和我嘛是相交通，嘛是產生一個關係。這個是主耶穌基督會過我所帶來的真大的恩典，嘛是咱今日的經文所咧講的。一禮拜後，咱做伙來看。共迄個禮拜日暗時，門徒聚集的所在門攏關着，因為因驚猶太人的領袖。所以遮所咧講的，抑閣是閣我的迄天的暗時。咱知影迄天的早起發生啥物代誌？閣我的迄天的早起，有婦女去到墳墓，看見墓的石頭已經刷開，主耶穌基督已經閣我。所以這婦女真歡喜，把這個主過我的消息帶轉去到門徒遐。門徒敢有相信？門徒其實無相信，第一時間無相信。門徒想講，這婦女咧編一寡故事，門徒嘛無相信。嘛確實，可能因抑閣無法度完全相信，因為因家己也無講看到主耶穌基督過我的顯現。所以，共迄個禮拜日的暗時。門徒全部攏聚集，密佇一個所在，門攏關着，因為因驚猶太人的領袖，因抑閣咧驚因會拄着和主耶穌基督同款的苦難，同款的問題。這個時陣，聖經記載，耶穌來，徛佇因中，對因講：願恁平安。咱常常佇教會啦，咱的教會是無平安禮啦吼。我家己佇拜四的暗時吼，有帶一個泰澤祈禱吼。佇泰澤祈禱內面，禮拜的過程中間有一個平安禮是真重要吼。迄個平安禮毋是大家安尼交陪拍招呼，毋是迄個意思。我常常帶到迄個停事的時陣吼，大家就會想講啊，敢是要離開啊吼？這個禮拜敢是結束啊？講哦，請含。邊仔的人行平安禮，禮拜就結束啊！我要離開啊！但是其實佇信仰內面，咱雖然攏講平安平安，咱毋是咧講你好我好，毋是咧講這個呢。咱的平安是咧講啥？其實咱的平安是咧講主耶穌的平安，和咱相甲佇地。當門徒攏抑閣佇驚嚇甲猶豫，關佇咧厝呢，關佇密佇一個所在的時陣。主耶穌基督，伊會過我會當含墳墓嘛，無法度關伊，伊會當來到咱驚嚇關起來的所在，咱來顯現。而且上重要的，伊帶來的是一個平安的好消息。所以，這個平安毋是只是你好我好，這個平安是主耶穌基督過我的平安。即便咱的。聖餐設立聖餐的暗時，咱的青少年有演一出戲，咱是演彼得3擺無認主。想看覓，彼得敢有佇即個門徒聚集的中間？彼得絕對有嘛，對無？伊嘛是12個其中一個嘛。彼得嘛有佇遐，因講因咧驚猶太人，忽然耶穌出現到因中間，我想講彼得驚就驚死。想講耶穌來啊，要甲我講啊，你是安那3遍無認我？但是耶穌無安尼，過我的耶穌去到門徒咧密的所在，要挽回，要顯現，要重新起造，
門徒成做一個新的群體。耶穌來徛佇因中間，對因講：願恁平安。伊講了，將雙手甲協下，互因看。門徒看到主，真歡喜。耶穌閣甲因講：願恁平安，親像爸有找我，我嘛找恁。這個所在，我要講起，大家敢知影手語吼？安怎講耶穌？是安尼講耶穌。手語的耶穌是安尼，是安怎？因為定義什麼人是耶穌的，就是伊的靈魂。若是耶穌無靈魂，迄個敢是耶穌？就算講是國外的耶穌，伊的傷魂嘛無去，因為迄個傷魂是伊聽咱榮耀的記號，袂因為國外來失去，袂記袂。耶穌甲因講：願恁平安，親像爸有找我，我嘛找恁。所以，這個會當講是啥？約翰福音的大使命。咱敢知影馬太福音的大使命？咱通常攏知影馬太福音的大使命，恁愛去，互萬民成做耶穌基督的門徒，教示因一切我所教示恁的。而且，約翰福音內面，耶穌安怎找見因的門徒？伊講：親像爸有找我，我嘛找恁。講煞，伊對因分開，講領受聖神，恁赦免什麼人的罪，因就得到赦免；恁無赦免什麼人的罪，因就無得到赦免。所以，約翰福音裡內面的大使命是啥物？約翰福音內面的大使命。是門徒愛去到逐所在，無有平安的所在，帶來國外的主的平安。而且這個平安，毋是只是你好我好，是赦免、原諒、和好的迄種的平安。耶穌甲門徒分開，講領受聖神。咱常常想講領受聖神是，我會曉講靈語，我有真好的信仰的一個表現，外表的表現。但是佇遮毋是安尼講，佇遮講領受聖神，恁赦免什麼人的罪，因就得到赦免。意思是講，聖神上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赦免罪，就是互相原諒、赦免、彼此和好。這是聖神所要帶來的工，上起碼是佇約翰福音的版本。咱一般攏較熟。使徒行傳有會誌，有講其他國的語言，有真大單類的聲。但是咱嘛會當看賣約翰福音安怎講聖神的工作，恁赦免什麼人的罪，因就得到赦免。這個時陣就出現咱通常看這段經文所專心看的一個焦點，多馬。嘛叫做雙生啊，伊是12個使徒的一個。耶穌來迄時，無甲因做伙佇遐。我常常攏就愛耶穌，因為伊攏就調工的啦。調工的意思是啥吼？以前咱無要經伊12個人，攏佇個時陣顯，安尼一擺完成嘛，對無？伊就無愛，伊就愛經迄個多馬無佇個時陣吼，其他的11個門徒顯。啊，互因一個使命，我找見你，我赦免什麼人的罪，因就得到赦免。我甲恁找見，所以因的第一個任務是啥？我感覺因第一個任務是，甲這種主耶穌基督的臨在、平安甲赦免帶互多馬。咱一般講多馬是猶豫的多馬，伊是懷疑的，伊是需要證據的，伊是需要證明，伊是科學家，伊可能是醫師，伊需要了解，伊需要看到，伊需要講證據，才有法度來相信。咱講伊猶豫的多馬，但是我想要替伊證明，我感覺伊毋是猶豫的多馬，上起碼咱經文讀到遮吼，我感覺伊是勇敢的多馬，是安尼講，因為。經文講門徒驚猶太人，所以攏關佇門內面嘛。啥物人無互關佇？多馬。我毋知影伊是互人陷害，
還是伊家己自願？可能伊是去為着迄個11個關佇遐的溫度去買 Uber Eats 還是伊去準備食的物件，還是安那吼？竟然伊無受到迄個門關着伊無含因做伙耶穌就調工愛先含11個使徒顯現然後才來發生這個代志。所以其他的門徒因敢有真努力傳福音有哦，因安怎講？其他的門徒甲伊講，阮已經看見主啊！有一領親像頂禮拜我無看到聖歌隊的獻詩啦，我就聽到足濟人甲我講，聖歌隊頂禮拜的獻詩獻甲有夠好誒，唱甲足感動誒。我就想講，我也無聽到，我哪會知？我就去迄個 YouTube 頂懸拍開咱聖歌隊的獻詩聽，真正袂歹，我嘛是愛看到、聽到才有算。今仔日我較有福氣啊！我今仔日是聽到男聲合唱團的國外濟獻詩，哈利路亞，嘛是唱了真好。其他的門徒因真認真，甲因看見已經拄到主的好消息，來甲多馬來分享，講阮已經看見主啦。但是多馬甲因講，我若無看到伊手中的釘子，用指頭摸釘子，佮用手摸伊的盒的，我絕對毋信。你若是拄到這種人吼，你要安怎吼？大家攏甲我講，聖歌隊唱甲足好聽，我講無啦，我無相信啦。拄到這種人足麻煩的吼，咱嘛攏有這種的經驗吼，咱需要透過咱的方法來說服一個人會當相信。多馬是咱這個每一個需要說服才有法度相信的人的代表，伊是代表咱的一個使徒。但是伊嘛是真知影伊需要什麼物件。我常常咧想，其他的門徒敢有甲多馬講？因只有講，阮已經看到主。但是因敢有甲多馬講，阮有看到主耶穌的釘痕？聖經無記載。但是多馬伊家己知影伊要看啥物，伊知影伊需要看到啥物，伊才要來信。伊講，我若無看到伊手中的釘子，用指頭摸伊的釘子，佮用手摸伊的盒的，我絕對毋信。伊真清楚知影，迄個釘痕定義主耶穌基督榮耀的國話。我今仔日的講道是過來的這句話：一禮拜後，門徒佮聚集佇厝內，多馬甲因做伙。我常常咧想，迄禮拜是偌爾困難的一個禮拜，你愛忍受一個無願意接受你口頭所講的話，一定愛看見才有法度相信的多馬。但是真有意思，多馬嘛無離開因，因嘛無拒絕多馬。我相信主耶穌基督，伊佇遮嘛是咧建立一個新的信仰的群體，這個信仰的群體是會當見證伊的受苦死，會當宣揚伊的平安，而且會當彼此接納無同款的信仰經驗，會當彼此接納無同款對主耶穌的看見甲經驗的一個信仰的群體。多馬馬哥和因做伙一禮拜的時間，主耶穌敢有回應多馬的祈禱？其實主耶穌是有回應多馬，真誠實，伊真想要看見。主耶穌就嘛挽回多馬，門關着，耶穌閣來一擺，徛佇因中間講願恁平安。然後伊甲多馬講，伸指頭仔來摸，探我的手。伸手來摸我的盒的，毋通無信，就信。咱的主耶穌有回應多馬的懇求，但是我相信多馬毋敢真正摸。咱攏有看見
咱的西方的迄個名畫哈，迄個搖旗的德瑪，春鏡頭啊，蒙主耶穌基督翕的迄幅圖。當然，迄個是迄個畫家，迄個時代的教會，因佇聖經內面的領袖。但是我的領袖小可無共款，我認為聖經無記載德瑪真正伸手摸。我嘛是相信，當德瑪已經拄着主啊，已經看到伊就徛佇伊的面前，接納伊、回應伊的祈禱的時陣，伊無需要摸。德瑪只有講啥？德瑪只有講。我的主，我的上帝，是全聖經、全約翰福音內面對主耶穌基督上懸的一個讚美、阿樂、甲信心的宣告。然後耶穌利用德瑪，在座咱即馬坐佇遮的每一個人來傳揚伊家己的好消息。耶穌甲德瑪講：你著看到我才信哦，無看到。來信的人真有福氣。耶穌咧講啥物人？耶穌就是咱講咱，你甲我，無需要看見，但是聽到就來信，我爾有福氣。親像羅長老的爸爸喊我喊伊無看過，但是因為伊的信仰的見證，喊我的敬拜，咱就合一。佇主耶穌基督的內面，我以前神學院的老師常常愛講一個例，因為咱神學院要去讀神學院的人吼，大家攏有足儕無共款的信仰的體驗啦，所以才會接受到呼召。常常嘛有人真愛問講，連牧師，我真好奇，啥那你要去做牧師？佇神學院內面常常會聽到，有人互車弄啊，還是講有人拄到啥物真大的困難吼，所以受到主耶穌基督的感動甲呼召，獻心來成做軍隊主耶穌基督的門徒。阮的老師吼，攏會提醒阮，講迄個人吼，上帝愛用車甲伊弄，伊才會回應。老師是咧甲其他的人鼓勵人，講。雖然咱無共款的信仰的經驗，但是莫看輕咱對主耶穌基督的體會，莫看輕無看見就信。主耶穌講，迄是我爾有福氣。事實上，約翰福音是一個真細緻的寫的，所有的物件伊寫攏拄拄啊好。也講耶穌佇門徒面前，也閣行真濟神跡。第一方面的意思就是講，今仔日耶穌也閣行神跡，今仔日耶穌也閣佇咱的中間，伊也閣透過咱彼此的見證、彼此的激勵，伊也閣行足濟神跡。這個代志無需要拄拄每一件攏有記載佇上帝的冊內面。記載佇約翰福音內面，是要互恁信耶穌是基督，是上帝的囝，閣互恁通過信，靠伊的名得到活命。這是上帝的時間，上帝拄拄啊好的恩典，咱會通來領受。今仔日咱嘛要做伙領受聖餐，我相信聖餐就是主耶穌基督顯現佇咱所關着的門的內底，聖餐就是主耶穌基督的定份，伊的協議，咱的顯現。等下咱會對長老的手中接受這個聖餐，咱會當摸會到，咱會當食入去咱的身軀的內面，這是我爾大的恩典。主耶穌要幫助咱，會當透過安尼來相信伊，得到活命，然後將平安傳出去這個門的外口，咱做伙來祈禱。親愛的主，你是我爾看重阮每一個人無夠野的信心。隨望阮抑閣關佇驚嚇的門內面的時陣，你就來到阮遮，你就親自來到阮的所在，親像等下阮所領的聖餐，嘛會來到阮每一個人所坐
的所在。主，阮要透過遮個領受你極大的恩典，雖望阮抑閣有軟正有無夠野的信心，但是懇求主，你着親自向阮顯現，補足阮無夠野的信心，互阮相信，着得到豐盛的生命，嘛會當將你的平安來傳到即個無平安的世界中。安尼祈禱，靠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門。